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9月16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7月初3海军陆战队操演的是树娘船饼，其中身受重伤的中士阿马勒道卡杜早起宣告不治。国民党今年确定无要派代表去中国参加海峡论坛，不过偏偏蓝军、亲民党甲新党犹原有人出席。Apple 电脑公司公布上新型的产品 iPad Air 平板电脑，另外还佫有第6代智慧型苹果的手表啊。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佫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迄是按菲律宾来的女性，本身无症状，是入境的时验出致病。这嘛是台湾第500个案例。另外，入境中低风险甲低风险的国家名单，今日嘛拢有变动。佫有本地17要实施医疗用的喙炎会当2粒更硬的制度，但是会佫延1礼拜才开始实施。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增加1名非籍女子入境采检确诊，基本上她9月13号入境的时候没有症状，但是我们在机场还是都有安排采检，那检验是阳性，现在住院隔离中，那相关的里面的同班机的接触者有19人，其中10人为前后2排的旅客，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那9人为机组员，那有适当的防护，所以列入自主健康管理。那这是我们按500，9月17号。开始要有双钢印在实名制，事实上确实是没有办法到明天来做，所以我们决定延后1个礼拜，从9月24号起。来讲7月初3海军陆战队第99旅步兵第2营操演的是树娘船饼，其中身受重伤的中士阿马勒道卡杜急救到达2个多月，中间虽然病情有起落，不幸也是伫咧早起9点40宣告不治。这场军事训练中间的意外事件，到今已经造成3个军人死亡。海军陆战队指挥部表示，7月初3操演迄时意外跋落海阿马勒道卡杜中士，虽然经过国军高雄总医院左营分院全力抢救，犹原不幸来别逝。陆战队损失精英的干部，深深体会到悲伤甲毋甘。但若会向家属致哀慰问，也会全力办理进防追加、因公武术，还佫有安葬等等一切事项。再来讲，早起中坑大学新型病毒感染研究中心发表新技术，当若抽一滴血出来结合特别的蛋白质，就会当验出过去感染着新型冠状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因为治病过的人体内会产生一款中和抗体出来保护。别日这款检验的技术也会当应用在海关的检查。干那需要抽出一滴血超0.1cc， 而且甲特定的蛋白质结合，经过2-3点钟，就会当知影讲敢是感染过新冠病毒。这是中基大学研究团队上新研发出来的中和抗体检测技术，会当快速知影体内敢是有抗病毒的中和抗体。那这个的话，我们完全没有用到病毒本身，但是可以推算这个中和性抗体的效价，所以当然是在一般实验室就可以操作，那也比较安全。研究团队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人体了后，免疫系统会产生中和抗体，保护人体袂互病毒伫咧体内大量生脱，压制病毒感染。过去检测必须要伫咧生物安全第3级的实验室才会当进行，检测时间真长，而且计数真贵，无法度大量体检。毋过透过这项新的技术，时间会当缩短，而且研究发现，体内中和抗体高度愈悬，保护期限愈长。目前已经有研究报告显示，半年以来会当避免新冠病毒搁一届感染，未来会当做推动国际之间免疫护照的参考依据。如果他已经康复，具有保护性的抗体，他身上又没有病毒的话，他应该可以回去工作。所以这有一点点类似这个免疫护照的概念。研究团队强调，讲这项技术套组已经技术转移予先机厂商，未来会当量产应用伫咧新冠病毒的抗体检测，甚至是疫苗开发，也是抗体药物提选。针对已经解封的国家，嘛会当量早恢复经贸交流，降低疫情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金融管理监督委员会针对保险客户已经超过800万人的老牌公司成功认收，罚金2760万，兼搁暂停董事长吴东进一切董事的职权。原因就是成功认收内部控管真有欠点。学者嘛分析讲，保险业钱项调度过头，无顾保护的权益，确实是有。这摆金管会也是伫咧抬价架构。金管会针对成功研究投资股票内控款式正罕见的发新闻稿，
大面讲到成功人寿的5大缺失，包括资产的配置、正常能力的评估控管作业、投资缺少、风险控管等类项有严重缺失，罚2760万，并且停止董事长吴东进甲伊的董事职务，到这一届任期届满。停止星光人寿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董事及董事长职务至本届任期届满。金管会讲，星光人寿的投资长王宏龙为了要追求绩效达标，在今年1月时阵，8连续2天开966.6亿，对关美国 ETF 加国外股票，无顾风险管理部门所提出的警示加建议，予以高行。星光人寿也个设立为属敢若是太上皇的投资决策单位，资产负责管理委员会主导投资，超越董事会，只敢若为了要追求绩效达标。造成净值资产比只敢剩2.2%，不包括保险交所要求的3%上计标准。海外投资重大缺失，学者认为金管会动法其实是想要抬贵价高，因为国内保险业一直拢有提保护的保费，支付家己的盘，无顾保护的权益。星光人寿现在的净值又低到这个程度，你净值高一点点那就罢了，你都已经变警示卫士，你赚700亿那个东西，万一如果股市反转，不就都没？星光人寿发声明告回应，讲伫星光人寿董事长吴东进带头经营下，一直到8月底，税后净利是118.95亿，并无辜负股东也有保护的托付。仍然是受金管会处分虽然违宪，依然尊重主管机关的决定，也强调营运一切正常，保护甲投资人的权益未受影响。另外，除了星光人寿被罚以外，全球人寿因为无控管保护借款买保单。企业号、假投保、净理财等7大缺失，被罚470万。台湾人寿是因为违反投资不动产的规定，摕到锁地超过5年，收益标准刷无到2.095%，互金管会罚100万。记者综合报道。再回来关心政治，虽然有消息讲美国国务院的 Keith Clutch 处国务卿要来访问，不过美国政府是拢也无证实。工商协进会林碧芳理事长当时讲，伊会去参加这边台湾美国中间经济商业的座谈。不过美国若派愈大的官来，台湾敢是愈无本钱，含人讲条件。总是经济部王美花部长是回回讲，咱确实真诚意欢迎 Clutch 来访问。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传出17至19会访问台湾，而且会参加台美经济商业对话。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碧芳正式有收到 AIT 的邀请，参加相关的活动。不过，煞表示美国派的层级愈悬，台湾的本钱就愈低，这无一定对台湾有利。针对克拉奇访问台湾是感觉真烦恼。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讲，真欢迎克拉奇访问台湾，并无官员愈大讲会到愈少的问题。那我想这个合作没有。所谓的官越大要的越多，而且我们其实是非常欢迎非常欢迎这个克拉奇可以克拉克可以带这个团来访问，因为这是有史以来这样的一个高层次来台湾，那这个也非常有实质的意义跟象征的意义。王美花强调讲，台美经济商业对话相关的细节确定了后，会甲大家报告。不过，美国国务院到今也无对克拉奇访问台湾发出声明，敢是会改做事情的方式来参加。台美双方拢无证实，敢若强调讲定案了后会向外界说明。因外交部长吴钊燮是伫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表时事演说，讲台湾已经解除美国猪肉甲牛肉进口的限制，搁一届呼吁启动台美 BTA 自贸协商。Our move will be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more comprehensive Taiwan-U.S. economic cooperation. We sincerely hope that these will open doors and pave the way for substantive talks on closer trade ties, including a BTA. 吴钊燮伫演说当中强调讲，台湾徛伫捍卫民主的前线，中国以军事恐吓、经济威胁，还有假信息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台湾。不过，台湾会捍卫家己的自由甲民主生活的方式，对抗中国的压力。伊嘛呼吁民主国家做伙合作，以互共同的价值，自由一定会胜利。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今年确定无要派代表去中国参加海峡论坛，不过偏偏拿军亲民党甲新党犹原有人出席。捌做过国民党大陆事务部副主任的一个台商也以私人的身份去参加。到底迄当阵讲出王金平求和迄个中国的主持人，本地敢有要回实呢？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是打硬，讲那这完全是无影。
国民党确定无要派代表团去海峡论坛，但是亲民党甲新党由原如期出发。昨仔早起拍黄信内裤带的新党主席吴成典，阁有拍柑仔信内裤带的亲民党党务顾问李建南，做伙出现伫桃园机场。代表亲民党不是去求和的，我是去寻求两岸同胞共同研究，怎么样找到一个和平的路。党中知道你会过去海峡论坛吗？我是以台商的身份过去的。国民党前第6事务部副主任面对镜头真低调，等的是国民党籍的真华人市长魏木春真欢喜翕相，甲以前真大团做伙去无共款。今年因为疫情，佮加上中国央视主持人李鸿求和的讲法风波，等未到会室的国民党取消出团行程。秘书长李乾隆佮摆表示讲，原本对方有写一份道歉声明，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讲，完全无这件代志，根本不存在所谓道歉声明完全不符合事实。这件事情出现这样的结果关键的原因是台湾内部诡谲的政治形势和恶劣的政治生态。国民党无要参加第12届海峡论坛，中国高原因说服台湾的政治因素，佮强调海峡论坛是民间论坛，只要两方共同参加，交流合作可以继续落去。但民进党立委却无安尼想。我相信可能悬崖勒马会比较重要，停止所有的参加才是上之策。我们听到民意，然后我们当然还是必须就是说，把两岸交流当作是重要的事情往前推了。那所以国民党的处境真的是比较艰难哈。国民党为了因应党内外反弹声音，无要以政党的形式参加海峡论坛。国民党前立委陈学圣是对代志的发展无感觉意外，因为伊认为国民党的决策模式已经开始咧转变，对方爱有感觉到。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中市建设局的陈大田局长去互人军装翕相，讲伊甲市府的公务车当作自家用的轿车，上班时间再牵手去办私事，休困日也驶出去佚佗。早起陈局长亲身出面，保护讲家己拢有照法律规定负担油钱，对方长期跟踪已经造成伊的亲人和建设局的同仁惊吓，伊也无排除要提出告诉。无论是上班时间载某囝出去办私人的代志，或者是休困日载伊饲的狗出去佚佗，甚至去大学监课，拢去互翕起来，才会逼出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长陈大田驶公务车四界拍走，疑似公器私用。针对这点，陈大田16亲身出面驳回讲，这个代志拢是不实的指控。即使在假日或者是在私人行程，我也都是自费油费，符合规范。这是一个有公道的社会。我将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来捍卫我的声誉。陈大田强调讲，伊是直辖市一级首长，伊一向拢严守本分，若是有涉及私人的行程，拢有依规定家己付油钱。陈大田嘛表示，这个公开的相片甲影片，显示伊长期去互监视翕的，已经造成厝内的人甲同仁的惊吓，无排除要提告。台中市政府嘛发声明相挺，讲政务官无分假日，拢是24点钟提名，以台中市政府所属各机关公务车辆管理使用要点。局处长公务车都要看实际的需要，会当家己决定停的地点。也若提供首长使用的车，嘛是专用借用。初步来看都是合乎规定的。那当然，针对坐车使用疑虑的部分呢，我们事后呢会来跟各位首长、政务官或者是一些公务人员来做一些宣导。陈大田是基层公务人员出身的，伫建设局的经历真完整。去互提拔做局长的时阵，台中市长罗秀燕也阁形容伊讲，伊对台中市每一条车路拢是熟悉，嘛受到罗秀燕的重用。建设局管理全市的公共设施，一年预算有100多亿。即个去互标出无排除工程招标，甲动人财路有关系。陈大田是讲，建设局的业务量真大，针对敢是有人想要甲伊报复，伊是无愿意加做猜测。记者综合报道。顶日有媒体的工作者逼出5个香港的青年偷渡过台湾的代志，这也引起社会各咧议论，法律爱安怎样配合，才正是援助会到香港的志士。当有人权团体是主张一定要制定难民法，不过偏偏按香港来的铜锣湾册店的林英基店长是讲，在意咧看政府现部的做法有春秋，对香港人会较有利。
台湾的媒体工作者郑胜雄9月13日面册表讲，有5位抗议香港反送中的少年人来台湾寻求庇护，对今年7月18逃难要来台湾，经过东沙岛的时，被陆委会扣留到打2个月过，也无管到含厝内的人质接，形容因的状况是比难民也搁较惨。总统蔡英文过去就表态讲，台湾无需要难民法，强调港澳条例就法度专案处理。不过，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益雄认为，爱有法律的依据，才有法度真正保护香港人。就这5个人，其实拢凸显出我国的监护应该按一个非常明确制度性的保障。只要是符合难民公约加寻求庇护者，也作为国家都应该按有迄个机会在那个申请庇护的审查机制。政府会当利用即马比如讲移民署所有的即个收容所，来个暂时做安顿，无就是讲委托民间专业的团体做这个生活照顾，嘛使做这个医疗，还是讲心理这个住商这个照顾。铜锣湾菜店的店长林英基认为，等下疫情较厉，需要寻求庇护的香港人会搁较侪。因认为蔡总统即阵对香港人的人道救援方案，其实保留存有的空间，对香港人其实有利。中国大陆这里面干。他们已经把一个很简单的可以做的事情变成一个复杂的。我所知道的是，中间有一个空间可以处理，它是一个没有所谓的很清楚的法律条文嘛。这阵疫情也未完全冻点，香港的政治和经济阁因为国安法受到未少影响。面对不安的社会趋势，香港人要好气好强，台湾又阁会当出偌济力，也是这种党眼前的一大挑战。记者阿敏、金田玉水台北报道。关心国际的消息来讲，美国的 Apple 苹果电脑公司刚举办新产品发表会，公布采用上届先进 A14这款中央处理器的 iPad Air 平板电脑。另外，还有第6代苹果智慧型的表啊，内底的功能进步甲会当验人体内血所含的酸素多少。啊，不过竟然较其他 iPhone 12手机啊，可能就要等到后个月了。New model that combines elements of Series 6 design with the most essential features of Apple Watch, all at a more affordable price. We call it Apple Watch SE. 配合新款智慧型手表推出的是苹果公司家己开发的线上运动健身服务，伊带入敢若是电源连线对阵的概念，互共款的软硬体平台的使用者分别进行各种运动的项目了，比较各种运动指数。当然，这毋是消费者第一面看到这种功能。为着要吸引消费者买一寡线上服务，顺续增加硬体销售量。线上服务每个月收费差不多大票377，但是买几年是3019块，等于是属1/3。智慧手表的硬体也有较俗的版本，若是有费用浓度增值功能的第6代完整版，价格差不多大票143,000。也若是功能较简单的特别版 SE， 也会大票10100较低。不过，分析师较关心的重点，毋是智慧型手表，是有装上新版处理器的平板电脑 iPad Air。 The iPad Air with the A14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announcement from this because it brings the whole concept of processing power. 苹果公司讲，甲之前使用 A12处理器的旧款比起来，处理速度增加40%，特别是图形处理的速度近2倍。对需要处理大量高解析度图形的工作者，或者是较讲究游戏画面精幼度的使用者，较有吸引力。不过，同款也会使用 A14处理器新一代 iPhone 12，这边并无出现伫咧发表会。业界认为推出的时间应该是伫咧后个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美国西部树林内野火犹原探袂掂。波特兰这个大都市，昨半空中的乌烟卡甲，已经成做是全世界空气污染上界严重的所在。另外加州南部已经烧超过1礼拜的山林野火，到当也算长超过半个台北市遐宽的范围了。奥勒冈州的野火继续伫咧滚加，波特兰市区蒙恩散布。根据瑞士空气清净科技公司 IQAir 的报告，15早起波特兰、温哥华啊，佮西雅图是全世界空气污染上严重的3大城市。根据空气品质的指标，波特兰是455，指标范围对0到500；
300以上是上严重残疾的危害，健康威胁达到紧急状态。所有人拢有可能受到影响，血压度161，温哥华是158，两个残疾拢是无健康。I don't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outside, but at the same time, what else? I mean, we've been cooped up in the house already for months, so it's kind of hard to dictate what's good and what's bad. 奥勒冈州的州长已经要求总统川普宣布，这届亚会是重大灾难，才会当启动联邦协助，避免代志扩大，而且提供25万个 N95的喙罨，提供给农工、部落族群，还有其他呼吸道较危险的族群。目前亚会已经甲超过4000平方公里的面积，还有100栋厝烧掉，上无10个人无命，刮风阁警告可能会阁增加。但是伫咧南加州已经烧超过1礼拜，山鸟野火目前也搁伫咧抢救，火势控制6%。根据加州森林防火局的报告，山鸟野火已经甲145平方公里烧掉，已经超过台北市一半的面积。The smoke, the stench is not good. Because there was no wind. If there's no wind, these firefighters they can deal with this fire. 目前继续伫咧空中储水，避免对落下威胁扩大。毋过空气品质伫咧恶化当中。根据南海华空气品质管理区所接到的通报，居民表示是闻到香茶，还有烘焙营业等等一寡气味较重的味。记者综合报道。下晡上最新的消息来讲，公视台语台台语我上赞的主持人，外号小鬼的艺人黄鸿升，早起伫咧北投的厝内雄雄来过往，今年才36岁，亲人和朋友也拢表示真唔甘。过去是对男性的歌艺团体出道踏入艺界，黄鸿升尾手转型担任综艺节目主持人。今年年初主持台语实境教学节目《台语我上赞》的时，伊也表示家己自细汉就拢和阿嬷讲台语，望搁再甲阿嬷的话学转来。早起不幸的代志一个发生，伊的至亲好友也拢真正唔甘甲艰苦。咱过来讲，南投关仁爱乡武界坝发生电动水闸无张持拍开，路营的民众刷起大水流去的不幸了后，当有民众发觉讲，今年年初交通部观光局才捌伫咧网络公告武界坝撩起游览行程啦尔。早起林佳龙部长表示，迄篇内容已经摕落来，也会详细检讨较斟酌咧。造成4个人死亡悲剧的武界坝水表号称已经封锁，毋过甲真侪旅行业者的网页开开，也是有武界相关行程。原来是观光局今年2月份捌伫咧官方网站推出玉云武坡快乐树新生1日游的套装示范行程，包括武界地园看日出、溯溪等等的游程。虽然迄当中有伫咧网页公布必须要经伫咧号称的打水期，毋过发现影事件了后，观光局已经甲行程都网页提掉。应该是已经下架了，落实。这个安全的相关的要求，所以我已经请观光局联系所有的旅游业者重新去检讨先前推出的各种游程。交通部表示，经过了解，迄当阵这个示范行程是旅行工会反映讲，希望推出优质的深度旅游，所以观光局才结合在地部落推出示范游程。交通部会要求观光局专门清点检讨相关游程。观光局嘛已经发文给旅游业者，通知当地的危险性。因为现在这样子一个事故的意外发生，所以呢，其实下游的部分就是会去走一些像是河床啊、一线天的那个行程，目前我们就已经暂停了，因为那部分呢，其实现在那一区也全面都被禁止前往。业者表示，武界环境无过度开发，游客拢真介意。目前伫卖行程拢会配合观光局上新的规定，袂惊去好床，也是有溯溪活动，敢来带游客伫咧水头的步道，还佫有吊桥来活动。记者综合报道。蔡英文总统竞选的时，就提出袂上6岁幼囡仔，政府甲咱斗药饲的主张。昨卫生福利部嘛公告讲，未来婴仔送去准公共化幼儿园，也是请年母斗骗，爸母会当申请的托育补助对6000提高起来到7000，若家己带育儿津贴也对2500增加来到5000。卫生福利部说明讲，申请托育补助的民众，多数拢是爸母2个拢有咧食头路，和家己要的情形无共，毋则会补助净差2000块。毋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讲，这款调整敢会造成本来要甲婴仔送去准公共化幼儿园的爸母，换想要家己骗，致使影响到公共托育制度的发展，望政府都要考虑详细。
咱过来讲，法务部计划要制定科技侦查法，其中也引准警方合法监视嫌疑犯手机内底通讯的软体。总是外界嘛咧议论讲，这敢会侵害到人权甲隐私。国民党甚至阁批评，莫非台湾又阁要变作警察国家咯？法务部是强调，未来监视的对象拢是3年以上的重罪，阁着爱法官同意才会当办理监视。面对犯罪手段变化愈来愈侪，利用赖等等的通讯软体，无受到监控的方式来联络，互警方无法度掌握线索甲证据。针对这点，法务部建议科技侦查法的草案，互检警会当透过甲木马程式放入去通讯软体，进行合法的监控，引起外界的讨论。国民党批评讲，科技侦查法互宪法甲通报法变作无路用，而且会害台湾倒退转去警察国家。民间团体是烦恼讲，可能会侵害到人权甲隐私。只要讲必要。犯什么罪没有不知道，也没有罪名的限制，也没有法院审查，2个月内都可以，大家不紧张吗？我们的台湾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只站在你侦查的方面，你没有做横平的处理。科技侦查法草案明定讲，检察官甲司法警察爱伫2个月内，若感觉有必要，会当使用 GPS 定位监控，无需要第三方的法官来批准，这恐惊严重影响到言论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也佫有通讯自由等等。若是认为法条应该爱对时代进步，法务部是安怎毋是先修通报法，是拟定新法，也佫有草案的预告期，敢若有短5天，这个讲敢是伤过老草。这部法案就是授权给政府，他可以带头去当一个骇客，然后来侵入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资讯。那就这一点而言，这个是不是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也是有一点疑虑。不要人家已经上太空了，我们还在杀猪工。要做这些科技侦查的工具手段的时候，背后应该要有一个法律的授权基础啊。法务部强调讲，目前的法案无法度应对科技犯罪，所以安尼有必要爱立法。也若针对外界烦恼讲，检警监控民众的通讯软体，法务部表示，若要监听嫌犯，都要以涉及到3年以上的重罪，法官嘛要开2宗，并无限制。了后会邀请专家学者讨论，互草案更较成熟、更较周至。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昨中华民国野鸟协会去予国际野鸟联盟剔除会员的资格，原因就是联盟要求野鸟协会都要签甘愿字，答应讲袂去宣传中华民国的合法性，甲台湾脱离中国独立的主张。协会一个基准尔煞来遭遇除名的对待，外交部当嘛表明，这分明是中国介入，咱要大力来谴责。官方抛出中英文的声明，中华民国野鸟协会讲。因为国际鸟评认为中文名对彼此的关系造成风险，则个被除名。咱外交部认为，中国政府不当介入国际鸟评的运作，要求中华鸟会爱承诺无促进中华民国的合法性，甲台湾脱离中国独立，对完全拢无政治意涵的生态保育活动，拢被干预打压，对此强烈谴责。国际鸟盟因为中国政府的压力。企图强迫中华野鸟学会要签署政治性的文件，以及要求更改中文名称。随即，他们以毫无根据的风险问题来片面解除伙伴关系。国际鸟盟的作为将难以取得其他会员的理解，还有国际社会的尊重。中华鸟会在1996年就加入国际鸟盟，在最近几年一直拄到爱改名的压力，敢若是英文名就已经改过至少3遍。而国际鸟盟这边要求中华鸟会爱改合法注册中文名，并且签署有关承认台湾是非主权国家的政治表态文件。中华鸟会认为，作为野鸟保育的非政府组织，从来就无就这个议题表达过立场，所以拒绝签，所以国际鸟盟全球理事会表决退掉会籍。名称问题似乎不是他们真正想要解决的问题，他其实是希望我们自行离开。跟台湾一些政治敏感的一些文件要我们签署，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点用这个压力来让我们主动离开。中华鸟会认为，对鸟的世界来讲是无国界，也毋过怎么虽然保育拢必要求爱政治表态，批评国际鸟盟的做法完全无理由，而且莫名其妙，无要求对方回心转意，也毋过至少爱互一个公正的声明加解释。但是也强调，就算是退出国际上的生态保育组织，也是会伫咧鸟类的保育继续努力。记者综合报道。连续来关心几站南台湾的大消息。
劳动部统计顶半年高雄市15到24岁之间的少年家失业率达到13.9%，尤其这是6都内底上界悬，和台北市有并。高雄市青年局昨嘛宣布有3项要做伙推动，包含增加就业、甲提高竞争力，另外就是建立职业消界的平台。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今年顶半年的景气一直真无好，工课嘛恶找。面对未来找头路的困境，不少大学生甲刚出社会的少年人，是拢感觉真烦恼。有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听说工作都蛮难找的。现在应该是没有，现在应该就只能继续考研究所了。对，还是会担心，尤其是在艺文方面，因为我现在是就读美术系，那在艺文方面的这个工作机会，可能相较于其他产业是比较低的。如果是我会考虑外县市吧，对。怎么说？因为就高雄比较难找工作。根据统计，今年顶半年高雄失业人数有33000人，青年总失业率有3.8%，甲全国平均3.85%来比，敢若差0.05%。其中，高于15岁至24岁是上严重的，失业率有13.9%，比全国平均11.35%搁较悬。甲台北同款，失业率拢是6都上悬的。高雄的产业，这个薪资低，工作又难找，可是那仅限于服务业。我们其实有很多高薪的产业，我们的传统产业、我们的造船产业、我们的这个钢铁或螺丝、螺帽等等这些产业，它其实都非常缺人才。所以我们希望高雄在地的年轻人可以了解我们在地的产业，在经过他们的熟悉，经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让他们了解之后，我相信他们会愿意留在高雄就业。高雄市青年局局长张依丽表示，每一个城市拢有家己发展的优势，高雄是工业发展真重要的所在，其实有不少工厂的工作机会，薪水拢袂歹。希望少年人会当了解家己的优势以外，青年局嘛拟定增加就业、甲提升竞争力，还有建立职业的平台3方面。除了会提供工课场的体验，甲多元的就业管道以外，嘛会协助青年向中央争取经费，培养青年伫国际上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公园来讲，屏东昨透早海巡署的人员伫屏东恒春的白沙湾查到一只台湾的渔船，顶头载36个要偷渡过来越南人。到当已经有其中33个偷渡犯，甲5个船员落网。屏东地检署嘛怀疑讲这条案另外还佫有共犯，已经甲法院申请收押迄只渔船的船长。天尾港的屏东白沙湾海巡人员带着5个越南的偷渡犯，对树林内底行出来。海巡署15号半暝伫垦丁外海发现载着越南偷渡犯的台湾渔船。根据海巡的调查，这寡偷渡犯拢是先偷渡到中国，才倒转来台湾。利用中国中转到海峡这边来，由我们的渔船、等国际渔船去接驳，然后刺激非法入境。据船长所供称36名偷渡犯。我们现在抓到33名，应该是还有3名在逃。海巡队15号半暝就出动大批的人员要抓偷渡犯。15号先抓到包括船长的5名船员，甲28名偷渡犯。16号半暝佫抓到5名。屏东地检署怀疑有共犯，向法院申请扣押船长。涉犯入出国籍移民法罪嫌重大，还有共犯未到案，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蔡姓男子经检察官讯问后，交保新台币5万元。屏东县卫生局表示，目前抓到的偷渡犯拢无体温异常的通报。另外，因为本案都有3名偷渡犯还未抓到，海巡人员甲恒春的警方会继续伫各地临检搜查，希望赶紧抓到村的偷渡犯。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早起嘛有环保团体开记者会，指出屏东邦寮有县议员经营的环保公司，甲涂炭、玻璃纤维这的事业废弃物再去囤入农地下底。屏东地检署可能佮暗乌这条案，竟然无甲当事人起诉。不过环保署是说明讲，虽然有影查到事业废弃物，不过经过采验，其中有害物质是无超过政府规定的标准。透过空中翕的画面，会当看到离屏东的凯林土猪场，刷一堆成骨力大的小山，斟酌一看，小山内底放数量真侪太空包。环保团体指控，这是屏东县议员刘妙松经营的，以当时新式再利用机关，透过安尼甲煤灰、玻璃纤维、树枝等需要废弃物加改了后，才可以回填入农业用地。批评这案件比台南合格非法掩埋落晒案件可恶10倍。这一场更可恶10倍。这一场我们认为，环保局放水，环保署放水，检察官放水。
款团检测太空包内底白色、黄色、绿色的物质，发现毋但是铜含量高，阁有各种的重金属。讲这就是有害输液废弃物，竟然当透过再利用产品的名摕来回填气温，再来起龙虾。不满案件移送屏东地检署，最后竟然得到无起诉处分。允许它盖室内养殖场，没有允许它回填堆置废弃物。那这样子简单的道理，检察官为什么要去曲解？所以我们认为检察官明显在包庇。农会表示，农地袂当回填这物件，经济部工业局嘛讲，这无符合再利用的规定。太空包内底物质，环保单位捌于2017年采样3解，证实这是有重金属重的有害输液废弃物，但物体处理掺其他的物质做再利用产品了后，用出试验的有害物质，阁无超标。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加入了文冰机或水泥之后，它可能在采样的过程里面，用有害的认定标准会不超标。防指控包庇，屏东地检署回应会赶紧来了解案情了后，才来说明。屏东县环保局是无做回应。有害输液废弃物袂当黑白弹、黑白用，但摕来掺配变成再利用产品，得当合法使用。现行的制度恐惊有管制不周的疑虑。环保署表示，将来稽查采样的时阵，确实会甲重点放伫证明这的再利用产品安怎对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记者林丹昌为台北报道。过来，我来看台南，中秋已经施到日到，法务部台南监狱这受刑人手工制作的两卷订单比较英国嘛加5成出来，甚至国内的同学也都要另外加班赶工。台南地区一寡社会公益的团体中秋的礼盒今年销量嘛真好，原因可能就是民众较罕咧出门，送到厝的产品当然就愈受欢迎。台南监狱的受刑人，等于烘焙板内面努力赶工。因为因做的是台南监狱的招牌商品手工蛋卷，因为用料实在，价钱嘛亲民，去外界叫做 CP 值真悬的商品。不过因为中秋节就伫要到，9月开始订单是爆量，比起往年同期增加5成之多。订单一直涌现，所以我们平常为了满足外界对我们产品的需求，平常都有加班1小时。那礼拜6跟礼拜日有专案的加班。因为各界抢货，逐工3人专开，上悬是400包，小工拢真抢。目前订单是已经排队到10月中旬。业方是感谢社会大众的收听，伊业方是推估有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民众减少出门，带动栽培的风潮。因为疫情期间，那很多人都比较不喜欢出门，那宅配的订单就多了，所以他们会变成一种团购。疫情的影响，民众减少出国旅游，出门买物件，留伫国内过节，唔但带动监狱蛋卷的业绩成长。台南的社福团体中秋推出的礼盒嘛普遍袂歹。以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为例，去年才卖了132盒，今年统计到现在是已经有到550盒，业绩是成长超过3倍。记者郑云南报道。咱再来讲，台湾铁路局宣布要用6800万开始建立智慧型铁路网络管理的系统，望讲会当改善过去台铁下底各单位资讯互相无咧流通的情形。这回若甲每一方面监测到的数字当中合做伙分析，来当作铁路局当地的人员判断的根据，相信也会当有效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比例。坐火车通勤的人上惊代替慢粉转迟到，毋过其实列车间的慢粉牵涉到真侪原因，包括列车承受乘客停的程度，嘛有可能影响准点率。代替宣布规划要建立智慧铁道 IoT 平台，未来导致系统会当即时反映伫咧车头的显示系统，甲旅客讲倒一节车厢的人较少，会当分散人潮，提高准点率。当列车普遍倾向拥挤于某1-2个车厢的时候，那么可能旅客就比较没办法及时进了去这个车厢。相关的 IoT 的整合运用呢，让旅客在搭乘的时候可以自由选择到比较不是那么拥挤的车厢。配合嘛事故了，代替总体检发现代替的运务、公务、机务甲电部处之间资讯无流通，为了甲资讯数据统一一合整理，强化行车安全，代替会开6800万，拄明年开始启动 IoT 计划，预计113年完成。希望代替拄原本的定期维护保养，先去做预测性的维护保养，降低事故发生率。透过轨道检查车所收集到的一些轨道状态，譬如说磨损
或是位移，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进行机器学习加以分析，那么可以让我们安排整体的这些维修规划计划呢更为妥当。不过，针对铁基路事故，也是落来物件等等这寡突发性的事故，代替表示必须透过更较及时的系统去监控，无法度透过大数据整合来解决问题。但是未来同款会当收集数据去 IoT 平台，这是回归予相关单位的人员去做中长期的事件甲判断的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花莲县道溪乡一个原住民本论的负人人，因为翁婿早过身，伊孤一人请养4个囝儿大汉，不幸是这阵啊大汉后生佫发生车祸变植物人，无才调佫斗讨趁。90多岁的大官也拄手术，需要人垫地看顾，但这个已经拖到袂堪得，确实需要社会伸出援手。这个倒伫病床顶悬的查甫人，就是住伫咧花莲道溪乡林顺珠阿姨的大囝。原本是厝里经济来源，却因为伫咧桃园出车祸变做植物人。今年7月份回来故乡花莲了后，干那靠因妈妈家己一个人照顾。他是4月份他去工作要上班，因为那段时间是下雨，然后就自撞这样子。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就是会有一种想法说不想活的。不过90多岁大官最近佫因为脑中风开刀，林阿姨一家照顾2个人，伊无法度出门食头路，即马干内当临时斗3工送便当，1个月赚3000块，在地民众看甲真唔甘，斗3工收集物资。最困难的是第一个病床的部分，第二个是这个尿布，就营养食品等等的这一些，这个物品。花莲县府社会处是表示，林阿姨因兜已经核定做继续入户，伫咧相关医疗方面拢有补助，但是生活补助方面，因为大瓜阁有其他的家属伫照顾，这部分属于各自无法度公布。社工呢，今天要去做家访，能够希望了解整个情况以后，那提供全面多元的一个协助。若是林阿姨其他囡仔，第2个后生伫做工课，第3个后生已经结婚，经济状况拢无好。若是搁伫读册慢囝。最近佫想要休学的斗3工，目前开销上大的是照用护具，佫有牛奶甲肉珠啊。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过去话顶背时大辛苦病痛去大院，所以连带引起皮肤癢，佫会补一扑一扑。检查落去就是去染到罕见的皮肤病类天疱疮。当南口中坑病院甲土城病院合作研究出这款病症的原因，含有的降血糖甲治疗的药品是真有牵连。这项研究已经发表伫咧美国医学会期刊了。不会分开的。一袋一袋红疹甲水泡就出现伫咧身躯顶缘，阿嬷有糖尿病，求诊真济届，若无改善，后来水泡佫扩展到规身躯转暖去，去病院接受皮肤切片检查了后，确认得到类天疱疹。有神经性疾病，例如脑中风过，或者是这一类的病人，他们比较容易有类天疱疮。慢性病的病人，他刚好他没有脑神经方面的疾病，但他用了很多药，或他最近用了一些新药，产生类天疱疮。那这个状况下，我们就会推断，他蛮有可能是药物造成的。医师表示，所谓的类天疱疹是一种真罕尼款皮肤病，台湾的发生率是逐年每100万人有4.7个，各年龄层都有可能会发生。不过以中老年人较侪，男女的比例差不多。过去敢若知影讲是免疫系统的认知错乱，甲正常的皮肤当作是敌人来进行攻击，致使皮肤的结构解离，转来产生水泡，原因不明。因为有一寡案例报告是药品所引起的，为着要查清楚，中间的研究团队头一个针对真侪种药品进行分析实质研究。结果发现，使用保甲型利尿剂病人发生类天疱疹的风险是无使用族群的1.75倍。若是糖尿病病人使用新一代降血糖药物，相基生态酶压制剂，产生类天疱疹的风险是无使用族群的1.92倍。假设那些药物它可能间接在我们的这个基底膜的结构蛋白分子上面，然后进行这个抗原的改变，那可能我们免疫细胞去辨识到它的时候，它会认为说，这可能是一个外来物，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些抗体啦，或一些补体来去攻击这些结构蛋白。医师表示，类天疱疹目前的治疗方式以类固醇药品为主，另外加其他的免疫调节剂来辅助。若是这个病的患者一般年岁拢较大，而且有其他疾病，死亡率就要注意。近前的研究指出，东方国家一年以来死亡率超有13%，所以提醒民众若是皮肤出现会痒的红疹，还有多发性疤痕的水泡，应该避免去扰，才袂造成进一步的感染，而且要随叫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
咱再来看兰屿遮一个民众二姓真罕见，伊姓停，停止暂停，迄个停，迄是一个原住民排湾族的警察，因为结婚来住伫兰屿，伊即个真特别的二姓，但嘛变做地方的厝边隔壁，有当时俏谈议论的话题。离岛是热门的观光地区，游客若来兰屿，大部分拢是坐飞机，不过特班拢客满。当地民众甲游客拢爱拜后补。伫顶礼拜，兰屿机场航站后补名单的看板顶头出现一个正罕见的姓停，最后一个名是飞。用用看，就是讲停飞。迄讲因为天气，佫真正有一班班机停飞。停飞，天气因素，那个名字只是刚好，也是觉得有趣而已。原来岛上有居民姓停，是一位排湾族的警察。因某是兰屿人，伊就对伊登记兰屿服务。因生两个囡仔，名最后一个分别是飞甲翔，摆一个飞机号码名单顶头，互人看起来敢若是停飞。在烦恼那个字的时候，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突然有飞机经过，有飞机经过，飞，觉得这也蛮有意义的这样子。原来前一班好像停飞了，所以人就会下来退掉这样子，后面就是不是我们这一班也会停飞？可是也没有。那跟您这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关系？停先生讲，伊的姓来源已经无法度查，只是第一遍坐飞机排号码，所以因为名，互大家伫咧讨论，也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9月15日，联合国发表上届新版第5回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报告，指出10年前世界有105国协议要达成保育的目标，内容包含保护地球中khu的热带树林，还有海底的珊瑚礁种，结果达成的那像真有限。目前这些生物网要求生存，依然是遭遇着真严重的困境。亚马逊雨林是全世界上大、物种上最热带雨林。伫最近几年，常常发生火灾、大量错查，像印尼的红毛猩猩，伊的栖地就被破坏。气候变迁、国家人类过度的开发自然资源，全世界各地生态恶化，物种面临着生存的威胁。10年前，全世界150个国家伫日本爱知县签公约，设立20项目标来保育、防止已经知影濒临危险物种的绝种。伫即马这款目標，大部分拢也未達成。Some of the most disappointing ones, for example, deforestation, especially tropical deforestation. In 2010, I think we set reasonable goals that we could have met if we had made the effort, and we haven't. 這是聯合國第15發表的第5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上新報告。國外家講，雖然結果無啥理想，不過會當讓各國檢視並且改進。譬如講，雖然無達到目標，減少50%的森林錯查量，不過喺過去10年比頂一個10年確實是減少1/3。About 1/3 global fish stocks overexploited already, and that is worse than it was previously. And if you then look at different regions, you will see that in about half of the fish stocks of the world, those that are well managed. From 3% to 7% of the marine areas that are protected. That's almost, not quite, 17% of terrestrial areas protected. 另外，喺俄羅斯北極地區第一遍發現冰河時期絕種嘅動物嘅完整屍體，因為攏一直掉喺冰內面，所以腹內、喙齒甚至片仔攏真完整，有可能會當摕到伊嘅 DNA， 為物種研究帶來重大突破。喺最近幾年氣候變遷和永凍土氧氣，愈來愈多冰河時期嘅物種被發現。記者綜合報道。咱我來看台中一個今年已經食到91的老阿嬷，佇大甲區遮舉辦的中青學校內底學英語，佫比少年家加較認真。老阿嬷講有老師專工來咧教，伊若袂曉，一定會骨力問甲會。確實有影也是食甲老學甲老。It's simple, just enter where you want to go. 用英語讀文章，佮來做筆記，無講你應該看袂出來。這個坐佇咧台中市大甲區中青學院內底，英語講甲寫叫的柯吳秋燕，今年已經91歲啊。我喜會就水，用講好到老，學到老。這個頭腦才會歹記。散步時呢，拄到向個美國人我對佢牛幫你呢，伊對佢。Thousands of places. 不管好天也歹天，老阿嬷柯吳秋燕，逐禮拜攏會對台中市坐車去區公所上課。佇咧班上是認真又閣積極，當地袂曉的一定會向老師請教，甲問甲會。
of the digital technology comes. 唔那干那抗欧秋恩阿嬷是班上正人学习的模范，这位今年88岁的单数班阿公也输人唔输阵，一步一步靠英语的思虑，透过这挂免费的英语课，完成心内想要甲英语学好好的这个心愿。过去因为英文的程度并不是很好，不过利用这个机会增进自己的能力可以消遣，也可以有时候说不定可以用到。大家都很好学，他们对不懂的东西呢，都会勇于发问，跟我们现在的学生很不一样。每礼拜固定2天的英语课是在中部的上界期待的代志，因为踮遮唔能交到同齐学习的朋友，要用英语探索无同的文化，确实展现食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阿卡贝拉就是完全用肉声演唱甲模仿乐器的表演。但伫咧屏东关遮也有一团已经成立10档，成员拢是老阿公、老阿嬷的阿卡贝拉乐团，其中年岁上济已经将近80，尤其因合唱的歌声也完全拢无输少年家。好伴奏，徛伫台顶演唱的人，就要斟酌唱出家己负责的声部，唔好去互对方的音抢走。这个由屏东县政府成立的超世纪阿卡贝拉人声乐团，这阵已经成立10档啊。他们的音色当然没有我们年轻人漂亮，可是他们老成，他们的音感跟音准经过一些锤炼之后呢，进步了很多。超世纪阿卡贝拉的人声乐团年岁上大，78岁，众人拢因为对唱歌有兴趣，全结合做伙，固定时间练团。无同的声部，不过同款美妙的歌声，让这条诗歌有新的生命。成员内面有人原底就是踮教会唱诗歌，不过完全无伴奏的这种唱法，也是真有挑战。有时候常常都是一个人一步，好，当然有时候会2个，有时候会一个人一步，所以你就变成要非常的准，完全靠声音去控制那个音部。所以是对我们的有一个很好的挑战啦。同齐唱歌也替对方合音，这个超世纪的阿卡贝拉人声乐团唱的是1950年代的歌曲，也是因对表演艺术的热爱。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湾歌谣的作曲家、民谣的学者简尚仁投入歌谣艺术的研究甲创作，已经将近半世纪。近来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特别替伊举办《唱咱的歌》简尚仁的台湾音乐路这项展览，其中有伊的手稿作品，阁有简老师本人现身说法，讲出伊百般用心的过程。珍贵的创作手稿、歌谱，也阁有简尚仁老师侪侪研究资料。这是国立清华大学主办的展览，希望透过展出，和民众对咱台湾的乡土音乐有更加深入的认识。老师的生平记事，我都把它列出来让大家了解。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借由这次的展览，让大家认识对台湾的传统音乐有更多的认识跟接纳，这样子。大家若来参观这个展览，较亲像恁嘛来和我做伙行过一届台湾音乐文化的路共款，你就会感受到讲，咱台湾音乐，尤其是伫歌谣的部分，伊的初步的这个轮廓是生做安怎？台湾港语、庙口戏曲，也阁有南北管传统歌谣的旋律，深深留伫简尚仁的脑海。展览嘛安排老师的演讲活动，和民众会当哪听哪感受台湾歌谣的美丽旋律。啊，这个9月2号迄天特别嘛要办一个演讲会，为下晡2点开始。这个主题就是要来讲简尚仁的台湾音乐之旅。嘿嘿，大家来看。我哪讲会哪唱，哪弹哪唱，讲我的行过路，就亲像台湾音乐的路共款。音乐本地就是族群融合产生的文化，台湾多元的族群成就丰富的台湾本土音乐。简尚仁老师嘛积极伫台湾各地头进行教学计划，鼓励大家会当加入台湾歌谣的创作，有创作才会当和台湾歌谣唱活水。记者杨淑晴、张学水新竹报道。
观众朋友，今仔日和明仔载2天各地头普遍拢是侪云到好天。若东南部甲恒春半岛有的角头是会遇到短暂的阵雨。另外过昼后，大台北甲南部地区，阁有一寡较挖山内的地头，可能也有短暂的雷阵雨。下半部天气变化的详细，咱来看各县市温度的关键。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0度到3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0度到36度。台南、高雄、屏东30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4度，金门马祖澎湖28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福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头家。今仔日是要叫我来教大家数字啊呢？嘿，我是袂晓啦。不过我会使来教大家一个词：数银仔汤。数银仔汤汉字写作数银仔汤，罗马字写作424。圆啊，汤汤，说第1条，圆第5条，啊第2条，汤第1条。烧圆啊、铺圆啊、食圆啊，是咱一寡节日的民俗。不过伫台语的语词里，有一款圆啊是袂当食的，就是烧圆啊汤。烧圆仔汤的意思是咧讲，为着猫咪即位，也是报工程的时阵，摕利益去甲竞争的人对换，互因退出，通互家己减少竞争，安尼就叫做烧圆仔汤。伫台湾较常听到的烧圆仔汤有选举甲报工程，不过选举罢免法内底有规定，选举若烧圆仔汤爱互掠去关。这叫做烧圆仔汤条款。无啦，水果是我种的。烧圆仔汤拢是为着大利益，才会足侪人唔惊代志逼空、封关、冒险咧请拼，有时甚至连命都无去，也是唔通安尼才好。人讲分袂平，拍甲29暝，意思是讲。咧分利益的时，安怎分，拢会有人感觉无公平。分到尾啊，甚至冤家相拍，冤袂煞，拍袂煞。谢谢。佮有一句俗语讲：选举无师傅，用钱买着有。是咧警惕台湾较早的选举现象，民众拢知影啥人咧买票，简单司法机关唔知。六烧圆仔汤、铺圆仔、
逼空、车拼、分袂平、拍甲二九暝，选举无师傅，用钱买着有。大家拢知影，头家我做人脚踏实地，骨力拍拼。拄着竞争的时阵吼，去甲人烧伊啊汤，我才无爱咧。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